香港嘅旅遊業界又點樣睇中日關係緊張呢？明報政治版早前就問過兩位點樣睇中國呼籲公民避免去日本旅遊，其中馬日超收到問題15分鐘之後就回覆，提出兩地旅遊界可以多啲民間交流。對手江文慧佢嘅助理喺大約1日之後就話 Vivian 唔接受訪問。其他界別嘅選舉論壇亦都密集進行中，社福界論壇嘅必答環節就出現咗呢一幕。航運業係香港嘅重要支柱產業，面對全球港口嘅激烈競爭，你認為應該點樣進一步推動香港航運業嘅現代化同埋升級轉型，以鞏固提升我哋國際航運中心嘅地位呢？而家先請1號候選人作答，你有1分45秒。香港要鞏固航運中心嘅地位。先請1號候選人作答，你有1分45秒。OK， 好啊。多謝主持。嗱，就住航運業咧，咁啊唔係我哋社福界嘅專業啦。不過